嚴禁使用鐳射筆照射表演者及在場人士。請勿將任何物品拋入表演水池中，以免造成危險。前排觀眾由於比較接近表演區域，如需離座，請尋求工作人員協助。請勿在劇院內吸煙，並請注意個人隨身物品擺放位置，以免阻塞通道。
謝謝。